咱台湾的民众得到喙腔癌的比例是全球排第一的。因为考虑民众的健康，卫福部预告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的这个草案，未来卖槟榔都要登记，嘛要配合检验，而且嘛比照危害防治法，禁止民众伫咧公共场所食槟榔，而且未成年甲有身的人嘛规定袂当食。 业者真实手伫包槟榔，台湾槟榔过去是定定三不管地带，为了民众健康，卫福部有告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草案，民众卖槟榔必须登录核准，而且配合检验，而且要比照危害防治法，并且公共场所禁止食槟榔，未成年甲有身的成年人也袂使包槟榔。不过，根据原住民族具有传统文化，这伊有使用槟榔必要的，无受这个规定的限制。 如果一旦上路以后，我们才会定那些执法规。当然执法规我们一定会考虑到是小摊贩，会有经过一些宣导跟辅导的措施。那限制业者也限制捕食槟榔的人，像是禁止捕食场所，也包含客停车、甲游览车等。若是违规，会处2000到1万块不定罚款。不过有捕食槟榔习惯的民众看法是无同款。你影响到别人，就是你自己的不对了。 所以我蛮赞成说，你那个大众运输工具有没有跟自己的运输工具，这个要区隔到很清楚。管太多了啊，很多人的生计呢，对不对？种槟榔叶的，种槟榔的，都去跟那个看是大还是佛冈山去吃素好了。我交流道的高雄这条中安路有不少槟榔搭。 业者讲，槟榔近年来因为健康酸多这因素，生理已经落超过5成，利润也愈来愈低。烦恼这自然法限制呢，一旦实施，恐惊互已经拢切落去的槟榔产业会更加害。现在已经都快生存不下去了，还要限制一大堆，真的槟榔也快走到祸端了啦，不用再花什么限令了，现在吃槟榔越来越少了啦。 捕食槟榔可能造成喙癌者健康的危害，业者讲会使理解政府考虑，不过希望政府会使互缓冲期，也是辅导业者来转型，互社会基层的店头甲消费者一寡生存的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